捏泥巴。圆圆圆圆，一棒棒圆，一根小车棒棒棒。打泥的活动，最主要咱的溪州是咱的这个乌米生产的所在，我们的这个黑土是非常丰厚，那孕育了非常多的农产品。包括咱的这个真有名的芭乐，咱芭乐的水准呢，已经有法度销到咱的这个加拿大，会使讲非常的清脆好吃哦。那希望咱的乡亲，伫咱10月12、13号，咱来咱的溪州公园来欣赏咱溪州公所为大家安排了真侪的好食好耍的活动。而且呢，现场有咱的这个青农，甲咱的小农夫市集哦，包括咱的一寡真有特色的无花果啦、乌米啦、芭乐啦，是咱的红龙果啦，等等农产品，拢会伫遮做展销哦。那希望咱的乡亲会使来遮食好的、看好的、生好的，一起来西周玩我们的西周提拔你活动哈，全国的好朋友来到我们西周花博公园，因为我的活动是10月12、13两天，这两天内底呢，互你耍到真好耍的咱这个黑泥水乐园，还有咱的歌星秀，还有一个万人吃芭乐哈，所以邀请咱所有全国的好朋友，会当来到溪州的花博公园吃芭乐食免钱的，而且你会食到上甜上脆上介好食的溪州芭乐。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出面就出卡。阿母叫阿爸全部拢来参加咱的西周提拔你黑你好好玩的活动，谢谢大家。在10月12号、13号，一起来到西周公园，带着爸爸妈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万人吃芭乐，黑你好好玩，好不好？好。欢迎我们盛情莅临10月12号是必要好哈，最近姐姐我会问你们说，一起来到我们西周公园，西周提拔你，黑你好好玩，好不好？好。气球都可以带回家，所以等一下到时候不用光这样拿。这个时候呢，其实绝对需要我们小朋友。